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所来咱来看下下一期推荐哦，各位的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会记看咱的会员影片，嘛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还未订阅频道的朋友会记甲咱的频道订阅起来。来，首先咱来看一下2025年8月22号。2025年8月22号。来，0638做伙开出来。来，下两期带2尾1、2。第二组2025年9月17号，0638做伙开出来下两期2尾带02、22。第三组今年2月2号，0638做伙开出来下两期2尾带22。上尾一组，来5月23号0638做伙开出来下两期，来2尾。来，以上号码提供咱539的朋友参考。会员朋友会记看咱的会员影片，嘛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，祝各位拢会使顺利中奖，咱下期再搁见面。